哈尼曼醫生直到1810年先至將順勢療法 （homeopathy） 呢一個字詞首次刊登喺佢嘅第一版本基準學 （Organon） 嘅著作之內。當中基準學嘅第一格言就係醫生崇高而且唯一嘅使命就係要使病人恢復健康，即係所謂嘅治癒。哈尼曼對於順勢療法嘅研究態度認真嚴謹，從來都唔會自滿。為求達到作為醫者嘅最高理想，佢喺首次公布順勢療法嘅醫療成果之後，仍然努力不懈咁樣繼續研究改良。喺佢畢生研究生涯當中，曾經多次修正順勢療法嘅治療技術同埋稀釋療劑方法。根據歷史記載，哈尼曼醫生平均每2日先至瞓3個鐘頭。佢對於研究工作充滿住熱誠，因此佢對順勢療法嘅研究獲得咗非凡成就，亦係古今絕無僅有多產量醫療研究嘅著作者。從20歲開始，直到佢嘅晚年，60年嚟，哈尼曼共寫咗116冊大型研究著作，同埋120本小冊子。1843年7月2號星期日嘅早上，哈尼曼醫生最終帶住疲憊嘅身軀與世長辭，享年88歲。今次講咗咁多先，如果你想繼續聽多啲關於順勢療法，記得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我的新生活，到時見。